嘉恒关怀协会举办亲子无器具野炊的活动，包括烘肉鸡啊、竹签啊等等的器具，拢是家己动手来做的，是一种新鲜趣味的体验。老师教大家要安怎白沙甲，为了增进亲子之间的感情，同时嘛活化社区，婚姻馆嘉恒关怀协会办理亲子活动。 大家亲手搭这个烘肉架，做出各种工具，唔拿趣味，更加是特别的机会教育。生火啊，到让我串这些食材啊，那从没有到有，然后全部都自己来，也相信他们未来啊，在成长过程中是一个很棒的童年。 嘉恒关怀协会表示讲，希望讲会使照顾老大人，同时会使发展实农教育，就是为了活化地方、活化社区啊，亲邻共学，让老人家跟小孩子啊一起在这个地方体验以前的这样子的一个无惧野炊。消费处希望透过政府甲民间同齐拍拼，照顾地方的囡仔甲老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